阿龙小书店，各位线顶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《做工仔人》Podcast。真欢喜，佮和各位伫空中再相会。今仔日，咱要经阿龙节目内底有讲到的一块词，来和各位朋友做伙做参考、做研究。今仔日，咱要做伙来研究的是骹手。这个骹手上基本的意思就是骹甲手，像讲久无做事啊，袂惯势，做无偌久，骹手就酸甲要害去。毋过一般来讲，咱咧讲骹手，拢是咧讲伊弹出来的意思较济，像骹手有斗阵做工课的人的意思，嘛会摕来形容做代志的速度。咱先来解说人这个部分。骹手有可能是来做帮站的、钱请的、俗下、员工、厝边隔壁来斗做工课，拢总会当叫做骹手。像咱故事内底有讲到，三顿甲咱的骹手做伙食，伫遮骹手就是咧讲辛劳。另外一种，咱会讲骹手妹、好骹手，就是咧讲这个人做代志动作利捷。快速，若倒边的，咱会当讲伊是骹手慢炖、骹手熟。骹手阁有在讲手段、步数，像讲伊的心机真重，毋过头壳无好，特别要乌窟仔横跳，拢互看破骹手，颠倒如故人怨。伫咧溪考即块词的时，有找到一寡较趣味的词，嘛伫遮做伙分享，互各位了解。单骹手，就是干那一个人在做代志尔；小骹手，是咧讲人介重视家己的名声；顶骹手咧讲造成人的麻烦；粗骹手是咧讲做粗重工课的工人；二骹手咧讲囡仔已經大汉，免佮父母跟缀伫边仔，项项照顾。骹手前就是讲人会偷摕物件。咱台语内底讲到骹手的，实在有够济，真趣味吼。安尼，咱今仔日的阿龙小书店就先小解到遮，请各位听众朋友继续甲阮支持甲鼓励，有缘阁来哦。